在2021年甲2023年台湾拢真欠水，农田水利署的分林管理处就开2800万，伫分林加以乌力扩展，已经完工了。望讲未来若个欠水会讲来提供农民灌溉的用水。最近农民陆续咧种地准备补田，不过分林大鼻乡有真侪附近无水圳的田，因过若要因田定抽无水，甚至出现抢水的情形。哎呀，会当来当国，别人若有会当调来最好的喏。主管讲无做事就真正，遐敢若放到内就电就歹做。你像有个共做，主管讲趁唔点物啦。面对极端气候，各地若无落雨，水库水量少，就会无水淹田，农作物害去。农产水利署分林管理处开2800万，伫分林大鼻乡、斗南镇、斗六市、古坑乡、甲嘉义县大林镇，加强设置6口紧急水井，即阵已经完工。是爱拜托大家配合阮开的时间吼，因为阮就是爱开一段歇困一段时间，互伊歇困者水的补充，机械嘛通歇困者，安尼这个井才有法度永久啦。伊咱有真侪叫灌区内、灌区外吼，其实嘛是拢去种做，而且分体讲对农民来讲拢无道理。咱大比吼，灌区外不离啊看就对啦吼。水利署分林管理处表示，增加6口紧急水井，属于农地面积差不多84公顷。不过，6口井拢要伫指定时间内去灌水，主要是要确保水资源会当永续利用，也有时间补充水源，希望通改善因过有部分农民无水通用的情形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